你咁樣係去旅行？你同我講係冧友我都信啊！上次我哋講述咗黃金一族最大嘅成功黃金巨像，然而今日嘅主角即使戰績係比唔上黃金巨像，暴君再酷再高傲，嚟到 game 裏邊都要叫佢一聲大家姐，原因無他啊，喺現實中冇佢，可能真係冇黃金巨像。不論係對慈天嘅待遇，抑或係黃金一族嘅崛起，佢都有住承上啟下嘅作用。求道果然係神，我係你哋嘅 Popo。今日嘅主角係毫不掩飾嘅殺意，黃金一族嘅急先鋒，向夢想出發嘅旅途。Dorimu Journey 夢之旅。夢之旅2004年2月24號出生於社台旗下嘅白老牧場，係媽媽 Oriental Ado 嘅首胎。喺外祖父木白麥昆嘅影響之下，完全冇打亂到爸爸黃金旅程嘅特點。唔單止身形細小，仲有啱啱出世就會威嚇牧場職員嘅火爆脾氣。呢啲咁嘅極品啊，練馬師就一定係要特別安排噶啦。當時木白麥昆嘅練馬師池江太郎個仔，當年黃金旅程嘅訓練助手池江太守新開馬房，而且到處拜訪。白老牧場同埋 Sunday Racing 就將夢之旅送俾呢一個緣分頗深嘅新人練馬師啊！我真係恭喜你啊！雖然脾氣火爆到世間罕見，但係天分係真係勁。出道戰由老明正義策騎輕鬆獲勝，3個星期之後出戰芙蓉公開賽，亦都成功再下一城。首次挑戰重上東京 Sports 2歲 Stick， 雖然生涯首敗，但係佢喺中盤嘅奮鬥依然令佢保得住第三。而3戰2冠1季嘅成績，令到夢之旅早早就可以出戰生涯首個 G1 朝日杯 Futurity Stakes。賽事一開始夢之旅就相當搶鏡啊，人人應閘但出，偏偏你漏閘，身上面個3號一眼就睇到你啦。但係夢之旅嘅天分呢個時候真係令到佢為所欲為。賽事前半都仲係10名開外，最後300幾米就喺最外檔硬上，只有416公斤嘅單薄體格並未阻礙夢之旅嘅爆發，反而令到佢得以成為賽事史上最輕嘅霸者。喺一路追殺之下，夢之旅逢馬過馬，結果喺終點前成功反超，拿下首個1級賽勝利。賽後唔使講噶啦，4戰3勝，連最大嗰場都俾你贏埋。JIA 最佳2水公馬唔俾你，仲可以俾邊個啊？正當你以為夢之旅真係夢想起行，點知道係天氣不似預期，但要走總要飛。上年幾爽，今年直接 GG。3歲初戰離生上蘇科俾對手擋咗一擋，所以淨係攞個第3。高躍上正賽係完全冇競爭力，以3甲都完全唔接近嘅第8名完賽。然後就唔知係好彩定當刻撞到喺正常情況下完全會遇到嘅未來顯章馬。個情況係類似係，我哋穿越到某一年嘅打比，但係邊一年啊？嗰度有個人，我哋問一問佢先。唔好意思啊，今年係邊一年嘅日本打比啊？2007年。撲街，係 Walker 嗰年，63年以來。
月1號嘅中山紀念背刺號稱最強老鬼，已經8歲嘅 Company 結伴行，雖然失敗，但係第2名嘅成績絕對係一支強心針。下一場橙京大阪杯再下一城，喺中盤成功擊退咗變質二冠馬 Deep Blue Sky，勝出咗生涯第5個重賞。賽後團隊眼見形勢大好，決定喺最大目標嘅寶塚紀念之前攝多場春天天皇賞。你都得啊！即係如果唔係大家都知夢之旅啲脾氣咁閪咧，大家一早提防。練馬師騎師訓練助手隨時死一個，而有住祖傳不屈鋼體，再加埋中長距離萬用腳質嘅夢之旅亦係爭氣，以凌厲嘅後勁為自己追翻一直第3。當然一個季軍絕非旅途嘅終點，夢之旅嚟到咗6月嘅阪神馬場，踏上咗爸爸曾經4次走上嘅舞台寶塚紀念，只係喺人氣上再一次俾變質二冠馬 Deep Blue Sky 壓住。冇計啊！即使係近況唔錯，仲贏過對面，但係 Deep Blue Sky 作為年紀比較輕嘅天才，而且仲要連續11場進入頭3，喺潛力同穩定性絕對好過夢之旅。但係喺夢之舞台上，一切皆有可能，好似藝術一樣兜過前方馬群，游刃有餘咁樣喺 Deep Blue Sky 隔離經過。相隔17場比賽，往日嘅大賽殺手再次露出獠牙，將最激烈嘅競爭留俾後面。喺經歷咗2年嘅漂泊之後，旅人終於達到咗佢嘅應許之地。贏咗寶塚紀念之後嘅夢之旅絕對係成功到金㗎啦，喺 Olukama 輕鬆成為最大熱門，只不過喺最後關頭冇追到領放嘅 Matsushita Combo， 以2個馬身得第2。而喺秋天天皇賞，夢之旅堅持後追跑法，結果頭3名搏緊火嘅時候，夢之旅仲喺馬群中浮沉，結果以第6名完賽。眼見再陷低潮，時間無情地走到年尾，嚟到咗馬季最重要嘅有馬紀念。今年嘅水平就真係比較複雜啲嘅，有力馬唔多，即使2連敗嘅夢之旅都上到第2人氣，但係強敵一個就攞你命。第1人氣正正就係當年嘅2冠黐馬，秋華賞同古馬合戰嘅 Elizabeth 女王杯攞到季軍嘅 Buena Vista 迷人景致，出道從未跌出頭3嘅才華，令到佢喺冇絕對強者中嘅有馬紀念壓制全場。至於夢之旅，唔穩定嘅戰績，稍高嘅年齡，相對較重嘅負磅，喺呢一場連爸爸同埋外祖都未能征服嘅惡戰上，只係身上同祭八寶塚時一樣嘅9號馬服可以帶嚟一絲安慰。一出閘夢之旅就選擇性漏閘直落隊尾，而迷人景致則係一早鎖定住先行位置，但係佢嘅心裏邊可以話係15-16，全因為前方領放嘅同父血親 Reach the Crown 帝王加冕，唔單止以900米52.2秒大飛節奏，加埋背上面紫白色決勝服嘅舞風，我差啲以為係爸爸特別週落場教女。不過呢個都係鋪鋪立多咗嘅啫。9成嘅圖馬都喺第3彎度爆死噶啦，後面嘅迷人景致直接進路清空叫虎啦。只係如同當年嘅特別週咁，迷人景致後面都有隻寶塚紀念馬，心裏邊充斥嘅絕非對上強敵嘅絕望，而係女仔遇上絕美景色嘅興奮。經歷4年征途，距離夢想終於剩低最後300米。佢細小嘅身軀並未限制心中遠大嘅夢想，3歲黐馬嘅願望尚要打磨，已非少年輕狂嘅夢想成為現實。自從墮入級制賽以嚟，夢之旅成為第6匹連霸春秋天皇賞嘅名區，而最激動嘅梗係背上嘅長年戰友池添，一開始都仲係又飛吻又單手揮拳，去到後來已經激動到喊晒出嚟。聽完池添歌翻嚟都仲係梨花帶雨咁，但係喺呢一勝嘅背景之下，直晒，唔係因為攞到咗黃金旅程同埋木白麥昆都贏唔到嘅賽事，唔係連霸咗大獎賽位列傳奇，而係見到嗰一位一直喺敗仗中一往無前嘅拍檔，終於證明自己嘅一刻。當然，黃金色嘅夢幻之旅遠遠尚未停止，但係大哥嘅腳步開始慢落嚟啦。進入6歲馬季，夢之旅一連2場 G2 都只係得個季軍。之後雖然想再玩多次春天天皇賞，但係因為健康隱憂備戰，6月27號出戰寶塚紀念為求連霸，玩命對上咗已經喺 G1 2連戰斬咗1冠1亞更加成熟嘅迷人景致，而黃金精神不負眾望爆發啊！不過就唔係大哥，而係人氣一高就周身唔舒服嘅爛賭鬼 Nakayama Festa。爛賭鬼爆發，居然連進化版嘅迷人景致都做得低，咁黐線嘅事情夢之旅都要睇到呆咗，結果就唔記得跑得個第4。此後夢之旅除咗喺 Olukama 攞咗一次亞軍之後，即使再跑多次寶塚加油馬，都係完全冇競爭力咁樣收皮。最後喺2011年寶塚紀念之後，
團隊認為夢之旅作為賽馬嘅爭勝心已經消失，一代怪傑就喺心中火種熄滅後隱退。9月19號喺完全冇跑過嘅札幌賽馬場舉行隱退儀式。退役之後嘅夢之旅自然係成為咗社台旗下嘅種馬。不過啊，夢之旅嘅配種生涯堪稱夢魘。雖然大家又話超 Popo 你又吹大啊，但係 Popo 做咗咁多次賽馬娘片，真心覺得夢之旅嘅配種生涯係真係差下限。我哋知道好歌劇因為資源不足後代爆死冇計，我哋亦都聽過米玉微光飛區體型細唔受市場歡迎，亦都見過琵琶神光完全唔撚跳因子，導致到牧場大受打擊。但係夢之旅係真係因為配種差啲之啊，本來已經因為體型細唔多受歡迎噶啦，點知係 Marky 馬後日都有問題，更加試過喺配種嘅時候發生意外骨折。喺大自然中，大部分雄性都甘願為咗交配冒生命危險，你條友仔竟然係因為配種而有生命危險啊！真係唔知係你識玩啊，定係個天識玩你？最後係產出咗168匹馬，重賞4勝嘅成績之下，喺2022年下莊退休。好彩2014年嘅產區 Dolimus Strike 喺地方賽馬攞到東海3冠，為父親一脈攞到少少面子。2次退役嘅夢之旅終於真正自由啦！唔單止冇人再逼佢去玩命搏嘢，連放草嘅時間都係自己定嘅。放牧地直接開喺馬房後面，兼且中門大開，自出自入。只係咁高規格嘅待遇，完全冇磨平到夢之旅嘅稜角，反而將老馬有火呢幾隻字演繹得淋漓盡致。想當年遲添去探巨匠，俾我都 fat punch 懟咗一下都仲敢試下。對上喺放牧地嘅夢之旅可以話見到任務完成，摸都唔摸，我想走啦，拜拜。夢之旅嘅故事其實就係4隻字：承上啟下，傳承咗黃金旅程嘅未完旅途，為開啟黃金一族盛況打下咗根基。生涯上擔任第1名次世代黃金精神擁有者，喺2009年連霸春秋大獎賽之後，黃金一族嘅戰績噴井式爆發，唔單止贏到多場嘅 G1，仲監生將爸爸推為最多後代喺寶塚紀念同埋春天天皇想贏嘅種馬。如果唔係廿馬紀念有周日寧正頂住啊，黃金一族贏最多次嘅賽事又多一個噶啦。而影響最深嘅當然就係佢嘅親兄弟黃金巨匠，正正就係當年2歲就贏 G1 嘅經歷，令到牧場方知道媽媽 Oriental Ardor 同埋黃金旅程嘅上升有幾高，間接令到當年 Oriental Ardor 配種失敗之後，團隊知道可以揾黃金旅程補飛，就產出咗日後嘅3冠王。就連首次贏有馬紀念打嘅都係迷人景致添。迷人景致表示：喂，老豆之間有冇咁大仇口啊？兩兄弟隔幾年都要追擊我啊！對於遲添嚟講，拍住呢一匹時常發馬瘟嘅烈馬，令到佢面對黃金巨匠嘅時候一早就做好心理準備。即使新馬自備初見殺，都係相信眼前嘅殺手同啱啱退役嘅好拍檔一樣，賽馬係會有火㗎啦。呢個就係先代夢想嘅中轉站。黃金精神等於臭脾氣嘅首個證明。大哥，夢之旅 Dolimu Journey。今日條片就嚟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終於整咗呢條片啦，真係好抱歉拖咗咁耐。最近呢幾個月Popo 係因為身邊嘅事咧，啲狀態真係好差，即係其實就真係爭啲就拍片話係要收皮引退噶啦。所以如果大家仲見到呢條片嘅話，非常多謝大家過咗咁耐都依然繼續支持，希望可以喺不久嘅將來再以唔同嘅馬娘片同大家見面。我係你哋嘅 Popo，我哋下條片見，拜拜。